最近有好多博主話 AI 一日可以做過百個視頻，講到神乎其技，好似財富密碼就喺眼前咁。我忍唔住就去試咗試，結果係大失所望。先講操作嘅難度啊，根本唔似嗰啲博主講到喐下手指就得。想靠 AI 賺錢，你要有紮實嘅技術基礎，仲要花大量嘅時間去學習點樣優化指令、調整參數。除非你覺得出垃圾係冇問題啊，但係垃圾又點可能幫你變現呢？再講變現途徑，各大平台好似 YouTube、小紅書，佢哋嘅後台已經識別到 AI 作品，所以派出嘅流量係零啊！就算你辛辛苦苦做出內容，亦都可能石沉大海，無人問津。所以嗰啲所謂嘅輕鬆變現，都係呃人嘅噱頭。所以我哋而家學習 AI 都係為咗紮實根底，優化自己目前嘅工作。記住，當某個暴利項目全網刷屏嘅時候，早就已經過咗紅利期啦。